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来听四句人来描写清朝时代的生活。国情啊，敢有影？清朝时代资料也有哦。你先甲听看卖。四句人头一拍讲：正时市区真远会，冤家越行路真矮，也无市场通买，可教就去虎城街。国情啊，讲这个四句人，毋是即摆我才编的，这是1950年代国民党拄来台湾解决无偌久，迄当阵民间就开始有一本歌册出来咧销，迄歌先所编的四句人，内容咧对明朝、郑成功一直讲对清朝，光绪军挂让台湾来，迄本叫做《宝岛新台湾歌》，我出这个资料。就是迄当阵的作家，迄当阵的歌先，听到老辈咧讲清朝时代什么款生活嘛？啊，当然这可能台南的作家，因为伊讲考教，上京考教就考状元，但咱地方的举办考举人的考教就去虎城街，台南毋只有虎城街，啊，毋若讲迄当阵冤家发人，因为路还佫开无够宽，无够大条，日本人还未来经营咧，啊，佫有哦，满清时代点点滴滴，佫来听一拍。讲满清时代无整顿，交通不便用行船，做官食饱倒咧困，精神想食鸦片薰。满清时代，国情头拄我伫咧讲，日本人还未来经营迄个时阵，百姓对做官的印象真歹，毋则地书甲讲3年一小反，5年一大乱，原来啦，食饱倒咧困。做官毋是为着要照顾百姓，是为着要家己享受，是为着要得功名、得利益，用着要食鸦片薰。这毋是我讲的，毋是历史专家研究，是百姓的心声。啊，佫有迄个时阵，毋是干那讲交通不便，用行船尔。佫来第三趴，四句人咱继续来甲听，讲来往交通用船只。原来就是台湾也无自动车，货物运搬真恶行，汽水工友来斗赢。交通用航船、用船只来到港口起水，起水这原来古早的台湾话，就是船碗换。货物上换了后，爱用工友，爱用人落去轧，爱用轧工。轧工毋是涂骹咧扫的，是码头咧轧货的工人。因为迄当阵还佫无自动车，无现代轿车，啊，毋加再有即个四句人咧记录历史，互咱了解民间这老辈对着清朝时代点点滴滴的回想。